表里有一团人因去游览去到嘉义阿里山福美钓桥的景观平台观光，13去到遐的时阵，这战斗煞来熊熊绑起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。这查做战斗到当时用13年咯。今年8月，公所去看过，确认这外观无问题。公所也讲，这可能是最近正接到予这查这后期。不过，民意代表也批评讲，因为去请经费无征收，也无围起来，才会造成这款的比较。各位旅客对一站楼悬的查站道摔到涂骹，结果车甲受伤的人送病院，有人是换腰慢慢行，嘛有人倒地软脚，3个人送去圣马尼丁病院，2个送去嘉义病院。吓一跳了，因为那个也是意外的，意外。站好准备要照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滑下去了。共团的旅客讲，迄当阵本地是拍算要翕团体相片，才徛定就发生意外，嘛互行程提前结束。这个伫阿里山山美村的福美吊桥，早起已经有封锁线，今朝有人搁挖过去，无排除是最近山区拢一直落雨，造成插座的桥是滞气断气，结果一死4伤。但是死者的家属认为政府有管理的疏失，要提出国赔。山区一直下雨那个里面腐蚀还是怎么样，或者是？因为昨天上去的人也很多，差不多10几个，可能有操纵的问题啊，这个部分还要厘清一下。放一个杀人机器在那边的，你都知道它危险，怎么不？像警方也会围个黄布条封起来，大家比较会害怕嘛。这座桥是88风灾了后起的，是以造作定用的稻含色水做主题来展现当地的文化。后壁关乎公所管理维护，公所在今年8月检视过外观无问题，桥面有钉仔捅出来这状况，嘛申请着经费要征收，但是民代质疑讲，就是征收工程延前，搁无封桥，再造成意外。官府讲已经要求全面检修吊桥。因为它是桥的前面的那个引道，对啊，一个那个部分我们以后会把这个也列入检测的。现在我们要做是全面在检视，有很多木栈道。阿里山乡公所对下晡开始检测其他的吊桥，官府已经安排家属伫当地免治带赎，对伤者死者的家属嘛提供慰藉金。除了查明事故的原因，公所嘛强调讲，应该负的责任绝对会负，袂去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